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就来开始。开始进前，咱先来祈祷。主悲听到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用一段真长的时间，做伙来思考基督信仰的一寡基要的认识。阮对伫主祷文啊，对伫圣经啊，对伫洗礼，对伫教会人物等等。当阮今仔日要做伙来思考一寡信仰有可能会拄着的问题，或者是讲一寡真基本的问题，请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地地，帮助阮会当有了解的心，会当伫阮所面对济的问题，甚至是人互阮的挑战的中间，阮会当来更较清楚明白阮所相信的信仰。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阮也要为着主美节今仔日开祷来祈祷，也为着咱这乡甲即个阮所敬听者的兄弟姊妹因所拄着济的病痛、生命的欠安来祈祷，恳求主你来施着你的恩典，也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会通来得到主你的固守。伫你面前为着今仔日永暗的主集来献上感谢，也恳求主你赏赐阮你属灵的智慧来帮助阮明白你的教示。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免。好，来，咱今仔日无要讲足侪理论的物件啦，吼，就是讲，毋茫是对进前所分享者的济的问题中间，咱要来做伙思考，也今仔日嘛无讲一定有进度，爱讲到倒位安尼啦，吼，所以今仔日送互咱的讲义的中间，是伫过去咱所分享者的资料内底提一寡问题起来质问吼，所以今仔日咱大概就是会通真自由来提问，咱做伙来分享吼。念伊我会甲讲义的部分来一个来讲啦吼，咱就用即个问答的方式咱来进行毋茫咱会当做伙来讲吼拄伫即几工也有咱的兄弟姊妹提遮有2个问题吼，咧提问啦吼，所以伫今仔要开始分享的进前，我就先用即2个问题来互大家做伙来思考啦吼。即个咱的兄弟姊妹安尼问啦吼，圣经中间讲吼，咱用灵咧祈祷，甲用即个新的翻译讲悟性啦吼。其实基本上伫和合本是讲理性吼理性，所以咱一方面是用灵性，一方面用理性咧祈祷，到底这是啥物意思啦吼？问题就接续着问讲，用灵祈祷是毋是咧讲着方言的祈祷吼？就是一般咧讲的讲即种灵恩的祈祷吼。咱的一般的祈祷是一种理性的祈祷吗？吼，我毋知大家感觉安怎？有人要先来分享无？这是咱的兄弟所提出来的问题啦吼。私底下互我的 line 在问啦吼。我甲伊问题安尼整理一下吼。伫圣经内底有咧讲着用灵祈祷，也有咧用着悟性祈祷。到底即2种的祈祷有无共款无？到底是咧讲啥物货？吼，咱敢有人想要先来分享一下？敢有？咱知影即个经文出伫倒位无？
好，我互咱经文啦吼，这个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正安尼咧讲啦吼。咱来了解讲，伊即摆咧讲的问题是出伫倒位吼，咱才来倒转来思考啦吼。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提出的问题，讲这是要怎样？我要用灵祈祷，也要用悟性祈祷；我要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所以咱咧读经文，基本上咱需要甲前后文拢总读，咱才有法度理解啦吼。好，咱来看整个的即个经文吼，我将即个经文来分享互咱来看吼。到底伫即个所在，保罗咧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咧讲的，到底是甚物款呢？即个教导吼，也是讲伊所要指出的问题是甚物货吼？咱做伙来看啦吼。这是伫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的部分吼。我就来分享，等一下我看，我走去倒位？好，来，我来分享这段的经文吼，咱来看一下吼。咱有看到吼，14章的15节伫即个所在吼，伊所咧讲的吼，伫头前保罗伊咧甲哥林多教会咧提醒的物件，就是讲做先知讲道赢过讲方言。吼，咱主要看这个标题吼，做先知讲道赢过讲方言。咱知影伫长老教会的整个的礼拜中心点是甚物货无？咱之前捌讲过吼，包括咱伫即个礼拜堂的设计中间，咱嘛用即个长老会的即个礼拜中心来做设计吼。你若有机会去看台南新学院礼拜堂的建筑，比较是较符合着解决宗长老教会的即个礼拜仪式吼。咱的长老教会基本上用讲道做礼拜中心吼，就是讲上帝的话啦吼。咱一般咧讲的讲即个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也是即个信义会，也是讲圣公会也好，遮个拢叫做礼仪的教会。啥物叫做礼仪的教会？就是咱伫进前有小可讲着吼。礼仪的教会，你看伊礼拜堂的设计，伫台仔顶悬吼，是用祭坛做主体，吼，祭坛做主体，就是神父也好啦，牧师也好啦，吼，伊伫台仔顶所要爱互看见的，毋是讲道即项代志，是伊伫迄个所在咧执行圣礼典即项代志，吼，所以伊用迄个圣餐道吼做主体，吼。这伊的设计就无共款啦吼。你若有机会去伫西方的天主教的教会来看的时阵吼，因的礼拜堂内底，因甚至迄种神父的讲台吼，毋是放伫台仔顶，嘛毋是放伫两边边，伊是放伫第一支条佫爬楼梯升起哩，吼，佫升起哩哦吼，伫迄个所在咧讲，但伫讲台的中央。拢是礼仪，包括圣歌队也好，包括圣餐道也好，吼是即个洗礼物件吼。灵魂教会爱伫讲台顶悬放一个洗礼池，用浸礼吼，用即种方式。倒转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咧讲的，伊咧强调的讲道赢过。较重要过讲方言，因为当初时有真侪人咧追求方言即个物件吼，所以伫遐改成讲真会晓讲方言，就改成伊足熟练吼，就足熟练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因咧注意的焦点已经偏离伫圣经的教导吼，偏离伫圣经的教导，所以保罗伫遮。
咧特别爱甲因提醒啦吼，嘿，甲因提醒就是讲，你要切莫即种属灵的温书嘛好，但是其中更较重要是爱羡慕迄种做先知的功德吼，这是保罗真重视的物件吼，对伫真理的追求顶悬，袂当失袂去吼，袂当失袂去。所以，伊就得进入伫迄个第二段来讲吼，着爱求较济得到造就教会的恩赐，吼，造就教会恩赐是啥物货？对头前咧讲到真注重方言的人，伊即马伫遮个所在咧提醒，是安尼，嘛是爱你伫属灵的恩赐顶悬，嘛爱去敲找迄个造就教会恩赐。迄个教会恩赐是咧讲啥？就是对真理的认捌啦。所以对15节开始伊就安尼讲啊，吼，爱讲方言，用灵祈祷嘛得爱用五行，所以也要用，就是说你太过重视用追求灵恩，伊即马嘛要来甲你讲，你得爱用理性来祈祷，灵性甲理性平啊重要吼，这种足重要的代志吼，无讲伊讲，不然你用灵注解，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所以你若从后文去甲读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保罗到底是咧教导什么物件啦，所以他不是很单纯在跟你讲说，咱即马就是迄个袂当追求灵恩，也是讲咱爱追求灵恩，毋是安尼，伊是咧甲咱教导讲，伫信用的顶悬，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不能单单追求一种方向，咱爱有活即种属灵的生命，嘛得爱用真理性来思考，用真理性来思考。最近咱有两个壮礼伫即个中间厝里的人，有一寡人拢还无伫教会内底，也有即个安息的兄弟，伊的即个儿女是伫即个美国的太空总署伫上班吼，因遮的人是头壳拢足理性足理性，因真困难用迄种感性去了解，伊拢感觉讲感性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那你若照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所咧讲的咱咧追求即个信用，咱必须爱有感性，嘛必须爱有理性。你袂当拢干那徛伫即个理性顶悬，安尼你着时常伫遐思考，着会拢会拍结。但是你若干那想要用感性，你就会失去迄个真理的方向基本上大概伫即段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所咧甲即个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所讲的物件啦咱为什么爱用灵性？咱知影比较较灵恩的教会，也是讲信徒，因拢较安怎？较活泼，较活泼。伤过理性的到落尾是安怎？就变做较咱讲的教条式，会变做是安尼。所以咱一方面，咱爱理性来思考真理的话，咱一方面，咱嘛得爱用即个灵性，较活泼的生命，这基本上是拢较咱讲较传统教会较欠缺的一个部分啦，为什么咱需要用灵来祈祷？咱需要用灵来唱歌我特别要讲是讲，保罗咧讲的灵不等于方言这个咱的兄弟互我的问题是这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嘛他就是在指正这个问题就是在指正问题为什么灵的祷告不见得是方言祷告？伫耶稣咧祈祷咧教祈祷的中间，迄个时阵还无所谓的方言。咱对方言的了解是对当时开始，是对使徒行传第2章。
当圣神充满伫使徒的心上了后，因就勇敢见证传福音，因讲逐国逐乡市的方言，迄个方言叫做啥物货？叫做别人的母语，别人的语言，吼。到伫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因受到当时时一寡在地的影响，开始咧思考着用舌语、用方言。保罗伫遮对第13节开始咧讲的14章13节咧讲，当你咧用方言讲话时阵，有可能人听无啊。吼，伊咧指出即个物件啦，吼，即种物件。但是用灵祈祷有重要无？足重要，吼，足重要。来，我放几个经文伫遮，互咱来思考。咱基督信仰基本上，咱所咧强调的，就是一个灵的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耶稣伫古井边，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咧讲话的时阵，伊就伫迄个所在咧讲上帝是一个灵。迄个妇人人讲，阮敬拜上帝是伫迄个山顶，伫某一个所在。但是耶稣讲，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伊的人，着爱用啥？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那咱要套入来，伫保罗咧引用的讲，咱着爱用心灵甲理性来敬拜伊，吼，来敬拜伊。耶稣亲自甲咱讲，因为上帝是一个神，牧师时常伫葬礼时阵爱甲所有的即个安息者的亲人来甲因提醒说明，特别是咱咧面对咱要甲亲人送入伫迄个火炉内底火化的时阵，咱的心肝会足艰苦。咱会感觉讲我计想咧甲烧死安尼吼，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讲，即个肉体是咱伫即个世界暂时架骹的一个所在尔定。当咱安息煞了世上的一切，咱的灵就无搁再伫即个肉体内底啊，是已经伫上帝遐，吼，伫上帝遐。所以咱会当称做灵，就接续咧伫创世纪第2章咱所看到的。上帝创造人了后，就用啥？用即个一个气甲伊分入去，然后叫即个土红仔的人叫做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伫即个肉体的内面会当称作活人，是因为有上帝的灵入去伫咱的内底。吼，所以咱要甲上帝，咱要甲上帝祈祷，咱要用耳朵，咱无用灵，咱干那用理性。咱讲吼，即个有笑面啊，无有心啦，吼，就是讲你拢总用理性的时阵吼，你无法度对心底来讹恼上帝。对心底讹恼上帝，就是用咱的灵命来讹恼上帝，来祈祷。吼，来祈祷，甲上帝建立迄个灵的交往，这是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吼，咱上帝是一个灵，所以咱着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共款啊，咱受到上帝的接纳，施恩赐福互咱，所以咱诚做有灵的活人。咱爱用灵甲上帝来交往，咱袂当干那用理性尔。吼，理性就是讲，即个物件我想袂通，所以我无相信你，这叫做理性。吼，这咱伫真济个学科学的人的身上，咱拢会当看到即种的问题。吼，好来，约翰福音20章22节，当耶稣过活的时阵，内所有的门徒显现，看到因的时阵，就甲因分一口气讲，领受圣神。这个有重要无？我讲这足重要吼。伫门徒伫受到圣神充满进前，其实耶稣就已经互因充满圣神啊。好，咱倒转来遮，其实这两个经文是一个相对应。上帝创造亚当，所以伫伊的鼻孔遐来分一口气，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当耶稣门徒显现，门徒迄个时阵是
惊到要害，因的心灵是死去啊，因无有仰望，因惊吓，所以耶稣要甲因分一口气进前，甲因讲愿恁平安，然后甲因分一口气讲恁受圣神。所以还未到使徒行传第2章，其实因已经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圣神啊。所以倒转来这个问题来讲，吼，伫圣经中间保罗咧讲爱用灵祈祷，佮用五圣祈祷是啥物意思？就是咱袂当干那偏重一项，吼，咱爱有活泼的生命，嘛得爱有理性的思考。你若无有理性的思考，咱就真容易受到影响，吼，受到影响。伫最近的葬礼中间，特别是一个是我足无熟悉的礼仪社咧处理吼。伫即个中间，因为家属真侪拢无伫厝内，所以换哪去互牵咧行，着爱囥东囥西囥诶。这是伊拢无，即个礼仪社拢无甲我参详啦吼，因拢家己拢先处理好势吼。即个我感觉是真可惜的所在，就是讲，咱若无够有理性的时阵，咱就真容易受到影响。伫初代教会，因所咧面对嘛是真侪即种的问题，包括咱讲灵恩啊、讲方言啊，甚至咱讲有假先知啦、错误的教导等等的吼。所以咱着爱倒转来，毋是讲咱的一般的祈祷，就一定是五圣的祈祷，毋是吼。就是讲，咱爱有理性，那一方面，咱嘛得爱用心灵诚实来祈祷，吼。这个第一个问题，安尼到遮有问题无？敢有人要分享的？敢有？有没有人要分享？还是佫有问题无？大家拢足客气。牧师，我要问一下哈，好，那你说什么悟性的祷告？嘿，那我们跟神讲话，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对，那我们可以跟他讲话啊，可以感对，谢啊，是，可以像说可以 complain 啊，甚至可以质对，疑啊。那所谓的悟性是，你就刚刚讲的说是就是理性。对，对。那反过来就不理性就不行了吗？那有时对不起，你候会说反过来是什么？不理性，不理性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情绪啊，可能嗯我们受委屈啊，或嗯者是受到不公义的对待啊，嗯或者是真的是无可奈何，就会质问神，你不是说你应许吗？那这样子算不尊敬神吗？还是不合神的教导这样子呢？嗯，OK，我想这是最好的问题了哈。你在祷告的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吗？哦，没有呢，我其实没有哈。你若看，咱对主祷文开始讲啦哈。主祷文第一句讲，甲咱讲祈祷的时候，咱就爱讲阮伫天里的爸。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一般父子之间的交往是怎么样的互动？咱一定是像古早呢，入来就两只手揢咧，安尼吼，足理性，足标准，足典型的吗？其实不是啊。耶稣所要甲咱讲的是讲，咱就好哪亲像后生对囝讲话，咱会有情绪无？会啊。耶稣面对伊的好朋友死的时阵，耶稣哭了。牧师定爱提醒讲，当咱伫遐咧讲，上帝啊，无论咱讲啥物内容，咱拢是咧祈祷啦。好，咱用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做例啦吼。迄个细汉囝第一句话甲伊老爸讲：“老爸，
这我的，甲我藏咧，这是原文的意思哦吼。咱的和合本翻了较客气吼，请放下，原文根本无这个请啦吼，伊是足歹哦。这是不是祷告？这是祷告呢，而且不但是祷告，而且他祷告还得到应许哦。哦，咱有思考过无？我会记得我伫咧讲到浪子故事的时阵，我有特别讲到这个物件。他的祷告是很没有礼貌的，很忤逆的，吼，甲伊老爸讲，我的，你甲我藏咧，吼。然后他的祷告得到应许呢，老爸就分财产互伊呢。毋但安尼尔，迄个无祈祷的、无讲话的大兄嘛得着呢。这互咱一个信息，就是讲，上帝所要互咱的是照伊的意思，毋是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照我所求的，无论我有礼貌无礼貌，哈。上帝其实他容许我们有情绪，上帝也容许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大卫常常抱怨。上帝啊，请你毋通对我黄你的面啊，对吧？都有啊，其实都有哈。但是保罗伫这所在也要提醒的是讲，伊毋是咧讲到情绪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些人都一直在追求那个人家听不懂的方言祷告，他们以为那是灵的祷告，其实保罗是咧讲这物件啦。那我们在祷告当中能不能有情绪？当然可以呀、我们在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流着眼泪祷告啊。所以圣经跟咱讲，迄个诗篇126篇讲的啊，那个什么流目屎受怪，要哪得到安那丰收嘛？吼，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咱有偌济情绪，上帝拢知。但是保罗伫遮要甲咱提醒的是讲，伫咱的信仰的中间，伫情绪的当中，不要被情绪全部掩埋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理性上面，慢慢让自己能够茁壮。我相信保罗比较要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了。安尼毋知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好，我嘛是感觉安尼，因为嘿，人总是我们就不是神啊，对咱就是对，上帝啊，咱一定有情绪嘛，有嗯，悲伤，有艰苦，有欢喜啊，吼，有是是，真侪情绪啊。对啊，之前有一个姊妹甲我讲一句话，我感觉真值得我。她说吼，伊定来甲上帝讲悄悄话。嗯哼，我感觉哦，伊安尼形容是真正有艺术的形容咧。对你咧对甲一个人讲悄悄话，你一定是足信任伊的，啊，你嘛是足爱伊的，啊是讲甲伊足好，你才甲伊讲悄悄话嘛。对，关哦，系非常密切。你嗯，甲我讲即句话时，我心肝讲，安尼我嘛爱来学甲上帝讲悄悄话，安尼才会使安尼。所以我当讲，他跟我提醒了一个件事情，讲甲上帝祈祷哦，毋免遐尼严肃，啊嘛毋嗯嗯，免安尼一定爱讲安尼讲甲足安尼文词很优雅怎样哦？没我错，甲讲，伊讲甲我提醒了，我原来讲，咱甲上帝讲话是会当来讲悄悄话安尼啊，安是没错，当我对了解。对对对，这真好诶提醒着。其实你若准去看迄个伫马太福音吼，耶稣咧讲着祈祷诶时阵吼，伊嘛是安尼讲呢。伊讲恁祈祷诶时阵，都爱入去倒位，要进去密房里面。伫迄个马太福音第6章吼，第50到就是伊咧教示主祷文的这个进程，伊讲的吼。咱来看第5章的第6节，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关上门，就是悄悄话，就是悄悄话。然后就开始教咱讲，咱甲上帝讲的就讲，阮伫天里的爸，迄种是足亲密私密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姊妹所讲的是正确的，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嘿，对，好，好，各有无？咱捌听过迄个方言祷告无？
敢有？我第一届听着方言祈祷吼，大概是小学3年啦。我啥物印象遮清楚？我高雄出世诶吼，阮古早诶厝后壁就是古早足出名诶高雄诶城市光廊，迄个体育场吼。啊，阮细汉诶时阵，迄体育场就是着芳远啦，阮着伫遐拍球、拍棒球安尼吼。边仔有一间教会，伊礼拜六聚会，啊，阮拜六着招厝边一寡囡仔做伙去拍棒球啊吼。啊，伫下晡诶时阵吼，我听一声，安尼吼，阮所有囡仔拢走咧弄啊，惊到要死吼。啊，迄真耶稣教会咧聚会啦吼，真耶稣教会咧聚会。有真侪人咧强调迄个方言，啊，方言因讲是舌语啦，就是我拄则安尼啊。其实我做过拍舌语哈，但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方言啦哈。我也不太喜欢那种舌语的祷告，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我在祷告什么，这亲像保罗咧提醒安尼啦哈。啊，所以其实保罗伊特别咧强调诶就是安尼，你毋好伫迄个群众诶中间，逐个人是拼死伫遐用舌语在祷告，结果旁边没有人听得懂。你注意看今仔日的经文第13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保罗就是咧讲这样代志，甚至伊咧讲你若要讲方言，你都要有一个人甲你翻译诶，吼。啊，爱互人听有，才会使啦，吼，才会使。所以保罗其实伫即个经文诶中间，所以要甲咱提醒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咱对伫祈祷诶代志，咱着倒转来伫迄个圣经内底主耶稣所教示咱诶祈祷文啦，吼。啊，我想特别是咱讲祷告不一定要非常那个词语非常华丽、非常美，但是当咱带领公众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预备了哈。我牧师很赞成，私会的同工带领聚会的同工，祷告词把它写下来，因为咱真侪时阵会紧张，啊，会一句话一直撸吼，咱若准会当个写起来。那会比较好，知道我们要带领怎么样的祷告的一个方向，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祷告都应该要用写的哈？我只是说，当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带领的工作的服饰的时候，安尼时阵会当帮助咱伫台下顶的时阵，较袂安尼走精去安尼啦哈。啊，当然祷告其实是非常活的，非常私密的哈。当然咱知影伫礼拜中间的祈祷，咱知影有分私人的祷告，也有公众的祷告，像咱所谓的公祷哈，都有一个方向这样子哈。好，安尼我要进入最近人提给我的第二个问题哈，在这里，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是真理吗？真的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也一定忠心吗？还是这句经文应该要怎么理解？咱敢有人有想法？小事上忠心的人，一定在大事上忠心吗？路加福音这是耶稣教导的啦吼，就是讲爱伊的门徒爱伫上细项的代志来忠心吼。咱来看经文啦，我甲经文找出来吼。路加福音16章咱来看啦吼。咱来小可理解耶稣伫讲的一个情形安尼啦吼。好，来，我甲伊分享出来哈。OK， 在这里。好，耶稣咧讲到不义的管家啦哈，那不义的管家哈然后不义的管家他在什么事情上面有问题？
当然是钱财上面有问题嘛，哈啊，伊伫这个所在，伊有足济的做法啊，包括讲，伊去互这个主人甲伊安尼领着了后吼，啊人甲伊取饱嘛吼，啊了后伊就叫人来吼，啊计先对人足好，对毋对？但是你毋知影，伊的对人足好后壁藏一个目的，就是啥物货？就是望将来伊若失去职业的时阵吼，这个伊施恩的人可以对他好一点，这是还是为了自己去着想啦吼，就为着自己去着想，所以伊对头到尾拢毋是为着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吼。啊，咱就知影讲，这个管家伊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啦，吼，一个不义的管家。啊，耶稣伫这个所在特别咧甲咱讲，叫咱对伫细项代志顶悬，着爱真忠心啦，吼。好，回到他的问题啦，哈，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也一定忠心吗？牧师个人的意见说错，不见得啦，哈。但是呢，能够学习从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在大的事情上面才可能忠心。哈，这意思是讲，咱要成做一个真忠心的上帝的工人，必须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去学习，来去思考，来去做一个真忠的仆人，来服侍。对一项一项代志吼，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吼，长辈定定咧讲讲啥？细汉偷挽布，大汉偷牵牛啦吼。意思就是讲，你若对细汉的养成安尼无清气的习惯，你到大汉吼，迄个歹代志会愈做愈大啦吼。有没有绝对？我觉得也不一定绝对啦哈，但是大部分来讲会安尼啦吼，就是讲，咱嘛伫小学咧读册时，咱嘛听过迄个譬如啊吼，一个囡仔伊拢去人偷摕物件，转来伊的老母拢甲学了，讲伊足敖的对无？然后去互关嘛，吼，伊就关了就袂当出来啊吼，伊则足受气的吼，去甲因妈妈，叫因妈妈去监甲看伊吼，伊就甲因妈妈受气安尼吼。我想这代志拢咧甲咱讲啦，是讲咱伫真济代志小事上，从很小的事情上面去忠心吼。你做大项代志，你就会介顺介好势吼。我佮讲一个我家己的例啦吼，就是讲，阮爸爸是足够做代志吼。伊做代志的习惯，我拢定讲伊日本人啦吼。伊出世伫日本统治的时代，伊嘛有日本名吼然后伊拢讲日本话吼。伊咧做代志就足像日本人，因为伊所有的物件吼，所有的工具，若做完了后，伊所有的工具拢放伫原来迄个位，这是小动作。有啥物好处？你凊彩啥物时阵甲问伊，无论伊伫倒位，伊咧无闲，伊拢甲你讲，我迄个物件放伫咱兜倒位，桌仔顶挂伫倒位，伊拢知影。要做代志就好做，若安尼时阵，若忽然间有一寡较重要的代志出现的时候，伊要需要较济的工具，还是啥物物件，伊要找就足简单的。咱知影一寡人吼，着做代志足老扯，讲即个大心大肝安尼吼，物件就摕咧凊彩互白钱安尼吼，伊拢甲你讲吼，我乱中有序啦吼，嘿，但是你若像阮爸爸即种诶，甲迄种乱中有序诶人，当真正真紧急诶时阵要找物件，啥物人较简单？当然，阮爸爸较简单啦，吼，所以阮定定伫细汉拢叫念啦。你诶物件拢乌白放吼，无人知影你你放伫倒位吼。所以从小的事情上面去训练，你可以在大的事情上面可以做得很好啦吼。我想这是对咱诶基督徒，也是讲对咱做一个人来讲，是一个足好诶提醒啦吼。所以这不一定是定论，但是这是
教导的真理吗？当然是真理。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去训练啊，去训练我们在大事上也可以忠心啦吼啊，茫咱讲啊，这不一定会，所以我们就不用了吼。咱来当对一项代志去处理，比如讲，咱拢知影讲啊，教会这个财务的来源是经过大家奉献来的嘛吼，亲像过去我伫台北中会担任这个教社部部长2冬的时间。我有发现讲过去拢有足侪迄个无需要开即个钱项啊，比如讲也有讲去进摊，逐个人都要送迄个菜头粿啊，我就在想说啊，进摊跟菜头粿有什么关系？啊，有足侪人就开始咧问啊，也在挑战这个问题啊，所以阮尾仔就甲这改掉，吼啊，逐个奉献，逐个拢真辛苦奉献，啊，咱爱甲伊改革。用伫迄个上需要的顶悬啊，这个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了。我们也可以说啊，无要紧啊，我都编遮济预算啊，都甲开好了，啊，敢袂当存落来？敢袂当存落来吼？我落尾就是大概一年拢大概存一半存一半的预算，啊了后一届因就知影讲，哦，再来的预算就不用编那么多啊，这是就是讲，伫这个上帝所交代伫咱手中的代志，咱要安怎真忠心甲伊管理好势，这都是小事，人家都看不到的啊。这个都是咱咧讲，就是我们的良心了嘛。咱做这代志是要为着你家己，还是要为着上帝国？还是为着咱伫这个做的代志中间，咱会当好好来忠心来处理这个所在。啊，咱拄则看迄个经文，路加福音嘛好啊，这个咱有另外2个所在，有恶仆的比喻，甲忠心的仆人的比喻，咱会当来去看这2个经文啦啊，所以咱特别是咱即马伫这个建堂的这中间。伫建堂的中间，咱大致上一个概念3亿，这个3亿怎么花，也是要很在意啊那像连长长的足注意要增加，他也是跟厂商一直在跟他们议价我们也希望说会当省的，咱都爱省起来啊，这就是忠心呐。毋是讲啊，我手中有3亿足好开，我凊彩甲开，无咱会当看去讲，咱的同工是足忠心，这样代志要安尼做啊？做什么款的代志是上有利益的？我们去想到一个极大点啊，极小的开销啊，就是用这个思考来去来做咱的准则啦啊，这是不是真理？这是真理啊！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对细项的代志中间，咱开始学习来忠心，来好好啊，来为着伊的上帝国来拍拼啊种咱团契的聚会团契聚会一定要吃吗？这是我足在意的代志啦那我们聚在一起，难道就不能用分享、赞美、祷告？我想，咱真济讲，我有编预算啊，所以无要紧啊，我有编预算啊，所以这个增加开销也没关系。我毋是安尼，咱就是讲要安怎伫这个，特别是财务上面即只咧讲到恶仆的比喻，也是讲忠心的仆人，拢是甲伫迄个金钱的管理顶悬有关系啦咱来讲信用顶悬会失败，大概就是3种事情。第一个是钱财，所以耶稣讲一个人不能服侍上帝，又不能服侍什么马门再来第2个就是权力第3个就是我们安尼讲的情观色大卫就是在这个上面跌倒了所以怎么样在这些极微小的事情上面忠心？
这是真理的教导，没有错没有错。好，有问题无？所以今仔日的物件我拢还没讲到因为刚好有弟兄姐妹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我想就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对这个有人要补充还是要分享的无？敢有？大家拢足客气。我目前了，敢有想要甲阮分享一下今仔日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迄个保罗伫咧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话，是有咧大概有咧讲到讲述，就是讲，其实咱基督吼，拢有灵性甲咱三家己咧，但是无一定。但是保罗迄个时阵伫咧讲的时阵是较强调是讲用灵语，就是头牧师讲的迄个蛇语吼，因为蛇语就是头牧师嘛提醒嘛吼。爱有人翻译嘛，若无你伫公众的祈祷的中间用悟性，悟性就是讲咱别人拢会当理解的啦，别人也可以理解嘛是咱有情感嘛，咱对咱的情感出发，然后别人能够理解，能够认同他才能够阿门无伊免阿门，无你灵语祷告我都听拢无，我是免阿门，就无我就阿门所以应该是保罗是咧提醒讲，你若家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你用灵性没有问题。用迄个方言啦，但灵性祷告不见得只是方言啦吼。咱先这时阵咧祈祷的时阵，咱向上帝咧祈祷的时阵，咱有时会祈祷甲会好，有当时会祈祷甲用要无话好讲。那你不能讲说这个不是灵性的祷告这是灵性的祷告，但是不是只有方言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是干安尼想啦第二个问题当然是耶稣在讲的是中心的问题中心的问题当中的话，我们想说，在小事上，这是主要说教导咱的一种原则性的问题。一个人伫小块的代志对安尼贪污歪歌的时阵都无叔讲的，细汉就咧头班步后大汉已经头眼牛的。但是伫咧小事中心，敢一定有伫大事的对中心，这是不见得。但是上起码它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且高很多的但是咱伫圣经咱嘛有看到讲小事中心。比如讲，耶稣的学生彼得迄我中心的甲耶稣会当讲是安尼，迄个，但是伊拄着性命威胁的时阵去甲迄个大祭司引导的时阵迄时阵你就无中心嘛咱嘛有可能咱会共款也许这个诱惑是很小的时候，我们会中心。另讲若一个诱惑是很大佮迄个啥，迄个胜算佮足悬的胜算佮足悬，就讲这个足无机会互人知影的做无机会互人知影的时阵，我们也许会落入那个迄个说诱惑当中像之前咱那个德中就捌分享过就人摕钱来寄规包安尼拢常常就是拢伊会摕钱来伫土城遐有一个企业家就当会摕钱去伊咧土银去寄去寄的时阵拢偌济钱等回来有一件摕去的时阵嘛是一个两米数带咧。内底甲讲这我这几万啦讲假设我怎袂记迄个金额，讲假设10万你甲落入去安尼，结果伊摕去看，毋是呢，超过2-3倍呢。大家拢有听到嘛有监视器啥的时阵迄时阵伊就会开始陷入一种叫做交战当中嘛。我若假使甲寄10万去我是毋是会当趁20万起来？无人知影，这正经无人知影。但是伊尾来就是讲，他克服了他那个诱惑所以讲这就是讲小事中心，大事不见得一定会中心，伊毋是机械性的，毋是讲1+1等于迄款机械性，但是足有几率伫讲伫小的代志的人，中心的人，伊大的代志嘛中心。这点我是甲牧师的看法是共款啦当然这是真理耶稣讲的嘛当然是真理就是讲，但是它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但是耶稣在提醒我们，在中心上。这个伦理的道德甲迄个修养，还是讲迄个咱迄个态度上是应该要这样子的。我以上安尼简单回应，谢谢。好，多谢。好，还有问题无？牧师我是少我是感觉
点讲到迄款邻里祷告这个代志吼，实际上方言祷告是邻里祷告的一种尔，并不是说代表对，它是是是，就是等他当然是安尼讲嘛，嘿，对，嘿。啊，伊即个我是感觉即个邻里的祷告是特别是圣灵的带领的时阵要所做的即个祈祷的迄款的形式，都是完全比较专注啦。是然后真的是是，实没有错，际上伫嘛私祷嘛有啊，公祷嘛有啦。我是感觉公祷内底迄种伊的方言翻译出来，才会当算做会当翻出来的，才是造就人的，真正是迄款的邻里的祷告啦。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对，是，啊，你嘛私底下的私祷里面，常常可以经历这款你的邻里的祷告，那是最棒的，也是其实最符合神的需求。因为要祈祷时，你知影讲上帝要互咱，要叫咱祈祷什么会，什么代志。啊，第二点就是讲，啊，上帝要用什么方法，啊，用这咱的祈祷，迄种迄个要安怎去做。我是感觉这两点就是讲邻里祷告，我感觉真重要的两件代志啊，多谢谢谢。谢谢。好，啊无咱就今仔日要到遮哦吼。咱请冠宇执事带咱来祈祷好无？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即个阴暗会当互阮安静心来听牧师来甲阮解说你所要爱阮了解的真理。希望透过牧师甲大家的分享，阮会当领受到你要互阮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信息。借着这信息，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所要教示阮的真理，以及你要传达，互每一个人应该领受的感动。借着这感动，阮要继续用你的话来做阮天天的准则，过阮每一天的生活。阮感谢你，嘛请你继续引带甲带领，互阮时时拢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来影响我，来感动我。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多谢牧师，多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晚安。谢谢牧师。
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就来开始。开始进前，咱先来祈祷。主悲听到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用一段真长的时间，做伙来思考基督信仰的一寡基后的认识。阮对伫主祷文啊，对伫圣经啊，对伫洗礼，对伫教会人物等等。当阮今仔日要做伙来思考一寡信仰有可能会拄着问题，或者是讲一寡真基本的问题，请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地地，帮助阮会当有了解的心，会当伫阮所面对济的问题，甚至是人互阮的挑战的中间，阮会当来更较清楚明白阮所相信的信仰。恳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地地，阮也要为着主美节今仔日开祷来祈祷，也为着咱这乡甲即个阮所敬听者的兄弟姊妹因所拄着济的病痛、心灵的欠安来祈祷，恳求主你来施着你的恩典，也阮伫阮的生活中间会通来得到主你的固守。伫你面前为着今仔日永暗的主集来献上感谢，也恳求主你赏赐阮你属灵的智慧来帮助阮明白你的教示。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免。好，咱今仔日无要讲足侪理论的物件啦，吼，就是讲，毋茫是对进前所分享者的济的问题中间，咱要来做伙思考，也今仔日嘛无讲一定有进度，爱讲到倒位安尼啦，吼。所以今仔日送互咱的讲义的中间，是伫过去咱所分享者的资料内底提一寡问题起来点问吼。所以今仔日咱大概就是会通真自由来提问，咱做伙来分享吼。连伊我会甲讲义的部分来一个一个来讲啦吼。咱就用即个问答的方式咱来进行毋茫咱会当做伙来讲吼。拄伫即几工也有咱的兄弟姊妹提遮有2个问题吼，咧提问啦吼。所以伫今仔要开始分享的进前，我就先用即2个问题来互大家做伙来思考啦吼。即个咱的兄弟姊妹安尼问啦吼，圣经中间讲吼，咱用灵咧祈祷，甲用即个新的翻译讲悟性啦吼。其实基本上伫和合本是讲理性吼，理性，所以咱一方面是用灵性，一方面用理性咧祈祷，到底这是啥物意思啦吼？问题就接续着问讲，用灵祈祷是毋是咧讲着方言的祈祷吼？就是一般咧讲的讲即种灵恩的祈祷吼。咱的一般的祈祷是一种理性的祈祷吗？吼，我毋知大家感觉安怎？有人要先来分享无？吼，这是咱的兄弟所提出来的问题啦吼。私底下互我的 line 在问啦吼。我甲伊问题安尼整理一下吼。伫圣经内底有咧讲着用灵祈祷，也有咧用着悟性祈祷。到底即2种的祈祷有无共款无？到底是咧讲啥物货？吼，咱敢有人想要先来分享一下？敢有？咱知影即个经文出伫倒位无？
好，我互咱经文啦吼，这个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正安尼咧讲啦吼。咱来了解讲，伊即摆咧讲诶问题是出伫倒位吼，咱才来倒转来思考啦吼。保罗甲哥林多教会所提出诶问题，讲这是要怎样？我要用灵祈祷，也要用悟性祈祷；我要用灵唱歌，也要用悟性唱歌。所以咱咧读经文，基本上咱需要甲前后文拢总读，咱才有法度理解啦吼。好，咱来看整个诶即个经文吼，我将即个经文来分享互咱来看吼。到底伫即个所在，保罗咧甲哥林多教会诶信徒咧讲诶，到底是甚物款呢？即个教导吼，还是讲伊所要指出诶问题是甚物货吼？咱做伙来看啦吼。这是伫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诶部分吼。我就来分享，等一下我看，我走去倒位？好，来，我来分享这段诶经文吼，咱来看一下吼。咱有看到吼，14章诶15节伫即个所在吼，伊所咧讲诶吼，伫头前保罗伊咧甲哥林多教会咧提醒诶物件，就是讲做先知讲道赢过讲方言。吼，咱主要看这个标题吼，做先知讲道赢过讲方言。咱知影伫长老教会整个诶礼拜诶中心点是甚物货无？咱之前捌讲过吼，包括咱伫即个礼拜堂诶设计中间，咱嘛用即个长老会诶一个礼拜中心来做设计吼。你若有机会去看台南新学院礼拜堂诶建筑，比较是较符合着解决宗长老教会诶即个礼拜仪式吼。咱诶长老教会基本上用讲道做礼拜中心吼，就是讲上帝诶话啦吼。咱一般咧讲诶即个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也是即个信义会，也是讲圣公会也好，遮会拢叫做礼仪诶教会。啥物叫做礼仪诶教会？就是咱伫进前有小可讲着吼。礼仪诶教会，你看伊礼拜堂诶设计，伫台仔顶悬吼，是用祭坛做主体，吼，祭坛做主体，就是神父也好啦，牧师也好啦，吼，伊伫台仔顶所要爱互看见诶，毋是讲道即项代志，是伊伫迄个所在咧执行圣礼典即项代志，吼，所以伊用迄个圣餐道吼做主体，吼。这伊诶设计就无共款啦吼。你若有机会去伫西方诶天主教诶教会来看诶时阵吼，因诶礼拜堂内底，因甚至迄种神父诶讲台吼，毋是放伫台仔顶，嘛毋是放伫两边边，伊是放伫第一支条佫爬楼梯升起哩，吼，佫升起哩吼，伫迄个所在咧讲，但伫讲台诶中央。拢是礼仪，包括圣歌队也好，包括圣餐道也好，吼是即个洗礼物件吼。另阮教会爱伫讲台顶悬放一个洗礼池，用浸礼吼，用即种方式。倒转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咧讲诶，伊咧强调诶，讲道赢过。较重要过讲方言，因为当初是有真侪人咧追求方言即个物件吼，所以伫遐改成讲真会晓讲方言，就改成伊足熟练吼，就足熟练安尼。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因咧注意诶焦点已经偏离伫圣经诶教导吼，偏离伫圣经诶教导，所以保罗伫遮
咧特别爱甲因提醒啦吼，嘿，甲因提醒就是讲，你要切莫即种属灵的温数嘛好，但是其中更较重要是爱羡慕迄种做先知的功德吼，这是保罗真重视的物件吼，对伫真理的追求顶悬，袂当失袂去吼，袂当失袂去。所以，伊就得进入伫迄个第二段来讲吼，着爱求较侪得到造就教会的恩赐吼。造就教会恩赐是啥物货？对头前咧讲到真注重方言的人，伊即马伫遮个所在咧提醒，就是安尼，嘛是爱你伫属灵的恩赐顶悬，嘛爱去敲找迄个造就教会恩赐。迄个教会恩赐是咧讲啥？就是对真理的认捌啦。所以对15节开始就安尼讲啊，吼，爱讲方言，用灵祈祷嘛得爱用5行，所以也要用，就是说你太过重视用追求灵恩，伊即马嘛要甲你讲，你得爱用理性来祈祷，灵性甲理性平啊重要吼，这种足重要的代志吼，无讲伊讲，不然你用灵注解，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所以你若从后文去甲读的时阵，你就知影讲保罗到底是咧教导什么物件啦吼。所以他不是很单纯在跟你讲说，咱即马就是迄个袂当追求灵恩，也是讲咱爱追求灵恩，毋是安尼。伊是咧甲咱教导讲，伫信用的顶悬，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不能单单追求一种方向，哈，咱爱有活即种属灵的生命，嘛得爱用真理性来思考，哈，用真理性来思考。最近咱有2个壮礼吼，伫即个中间厝里的人有一寡人拢还无伫教会内底，也有即个安息的兄弟，伊的即个儿女是伫即个美国的太空总署伫上班吼，因遮的人是头壳拢足理性吼，足理性，因真困难用迄种感性去了解，伊拢感觉讲感性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那你若照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所咧讲的吼，咱咧追求即个信用，咱必须爱有感性，嘛必须爱有理性。你袂当拢干那徛伫即个理性顶悬，安尼你着时常伫遐思考，着会拢会拍角。但是你若干那想要用感性，你就会失去迄个真理的方向吼。基本上大概伫即段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所咧甲即个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所讲的物件啦吼。咱为什么爱用灵性？吼，咱知影比较较灵恩的教会，也是讲信徒，因拢较安怎？较活泼，吼，较活泼。伤过理性的吼，到落尾是安怎？就变做较咱讲的教条式，吼，会变做是安尼。所以咱一方面，咱来理性来思考真理的话，咱一方面，咱嘛得爱用即个灵性，吼，较活泼的生命，吼，这基本上是拢较咱讲较传统教会较欠缺的一个部分啦，吼。为什么咱需要用灵来祈祷？咱需要用灵来唱歌？我特别要讲是讲，保罗咧讲的灵不等于方言，吼。这个咱的兄弟互我的问题是这吼，灵祷告就是方言祷告嘛，吼，他就是在指正这个问题，哈，就是在指正问题，哈。为什么灵的祷告不见得是方言祷告？伫耶稣咧祈祷、咧教祈祷的中间，迄个时阵还无所谓的方言。咱对方言的了解是对当时开始，是对《使徒行传》第2章。
当圣神充满伫使徒的心上了后，因就勇敢见证传福音，因讲逐国逐乡市的方言，迄个方言叫做啥物货？叫做别人的母语，别人的语言，吼。到伫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因受着当时时一寡在地的影响，开始咧思考着用舌语、用方言。保罗伫遮对第13节开始咧讲的14章13节咧讲，当你咧用方言讲话时阵，有可能人听无啊。伊咧指出即个物件啦，这种物件。但是用灵祈祷有重要无？足重要，足重要。来，我放几个经文伫遮，互咱来思考。咱基督信仰基本上，咱所咧强调的就是一个灵的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耶稣伫古井边，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咧讲话的时阵，伊就伫迄所在咧讲上帝是一个灵。迄个妇人人讲，阮敬拜上帝是伫迄个山顶，伫某一个所在。但是耶稣讲，上帝是一个灵，所以敬拜伊的人，就爱用啥？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那咱要套入来，伫保罗咧引用的讲，咱就爱用心灵甲理性来敬拜伊，来敬拜伊。耶稣亲自甲咱讲，因为上帝是一个神，牧师时常伫葬礼时阵爱甲所有的即个安息者的亲人来甲因提醒说明，特别是咱咧面对咱要甲亲人送入伫迄个火炉内底火化时阵，咱的心肝会足艰苦。咱会感觉讲，我可以想你甲烧死安尼吼。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就是讲，即个肉体是咱伫即个世界暂时架骹的一个所在尔定。当咱安息煞了世上的一切，咱的灵就无搁再伫即个肉体内底啊，是已经伫上帝遐，伫上帝遐。所以咱会当称做灵，就接续咧伫创世纪第2章咱所看到的。上帝创造人了后，就用啥？用即个一个气甲伊分入去，然后叫即个土红仔的人叫做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伫即个肉体的内面会当称做活人，是因为有上帝的灵入去伫咱的内底。所以咱要甲上帝，咱要甲上帝祈祷，咱要用耳朵，咱无用灵，咱干那用理性。咱讲即个有笑面啊，无有心啦，就是讲你拢总用理性的时阵你无法度对心底来讹落上帝，对心底讹落上帝，就是用咱的灵命来讹落上帝，来祈祷。来祈祷，甲上帝建立迄个灵的交往，这是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咧讲的。咱上帝是一个灵，所以咱就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共款啊，咱受到上帝的接纳，施恩赐福互咱，所以咱诚做有灵的活人。咱爱用灵甲上帝来交往，咱袂当干那用理性尔。理性就是讲。这个物件我想袂通，所以我无相信你，这叫做理性。这咱伫真济的学科学的人的身上，咱拢会当看到即种的问题。好来，约翰福音20章22节，当耶稣过活的时阵，内所有的门徒显现，看到因的时阵，就甲因分一口气讲，领受圣神。这个有重要无？我讲这足重要伫门徒在受到圣神充满进前，其实耶稣就已经互因充满圣神啊。好，咱倒转来遮，其实这两个经文是一个相对应。上帝创造亚当，所以伫伊的鼻孔遐来分一口气，互伊成做有灵的活人。当耶稣门徒显现，门徒迄个时阵是
惊到要害，因的心灵是死去啊，因无有仰望，因惊吓，所以耶稣要甲因分一口气进前，甲因讲愿恁平安，然后甲因分一口气讲恁受圣神。所以还未到《使徒行传》第2章，其实因已经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圣神啊。所以倒转来这个问题来讲，伫圣经中间，保罗咧讲爱用灵祈祷，佮用五圣祈祷是啥物意思？就是咱袂当干那偏重一项，咱爱有活泼的生命，嘛得爱有理性的思考。你若无有理性的思考，咱就真容易受到影响，受到影响。伫最近的葬礼中间，特别是一个是我足无熟悉的礼仪社咧处理伫即个中间，因为家属真侪拢无伫厝内，所以换哪去互牵咧行，着爱囥东囥西囥诶。这是伊拢无，即个礼仪社拢无感觉参详啦因拢家己拢先处理好势即个我感觉是真可惜的所在，就是讲，咱若无够有理性的时阵，咱就真容易受到影响。伫初代教会，因所咧面对嘛是真侪即种的问题，包括咱讲灵恩啊、讲方言啊，甚至咱讲有假先知啦、错误的教导等等的所以咱着爱倒转来，毋是讲咱的一般的祈祷，就一定是五圣的祈祷，毋是就是讲，咱爱有理性，那一方面，咱嘛得爱用心灵诚实来祈祷，这个第一个问题。安尼到遮有问题无？敢有人要分享的？敢有？有没有人要分享？还是阁有问题无？大家拢足客气。牧师，我要问一下好。那你说什么悟性的祷告？嘿。那我们跟神讲话，耶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对。那我们可以跟他讲话，可以感谢啊，是。可以像说可以 complain 啊，甚至可以质疑啊。那所谓的悟性是，你就刚刚讲的说是就是理性。对。那反过来就不理性就不行了吗？那有时候对不起，你说反过来是什么？不理性，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情绪啊，可能我们受委屈啊，或者是受到不公义的对待啊，或者是真的是无可奈何，就会质问神，你不是说你应许吗？那这样子算不尊敬神吗？还是不合神的教导这样子呢？OK， 我想这是最好的问题了你在祷告的当中一定要怎么样吗？没有呢，我其实没有你讲，你也看，咱对主祷文开始讲啦主祷文第一句讲，甲咱讲祈祷的时候，咱就爱讲阮伫天里的爸。那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一般父子之间的交往是怎么样的互动？咱一定是像古早呢，入来就两只手揢咧，安尼足理性足标准、足典型的吗？其实不是啊。耶稣所要甲咱讲的是讲，咱就好哪亲像后生对囝讲话，咱会有情绪无？会啊。耶稣面对伊的好朋友死的时阵，耶稣哭了。牧师定爱提醒讲，当咱伫遐咧讲，上帝啊，无论咱讲啥物内容，咱拢是咧祈祷啦。好，咱用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做例啦迄个细汉囝第一句话甲伊的老爸讲：“老爸，
这我的，甲我藏咧，这是原文的意思哦吼。咱的和合本翻了较客气吼，请放下，原文根本无这个请啦吼，伊是足歹哦。这是不是祷告？这是祷告呢，而且不但是祷告，而且他祷告还得到应许哦。哦，咱有思考过无？我会记得我伫咧讲到浪子故事的时阵，我有特别讲到这个物件。他的祷告是很没有礼貌的，很忤逆的，吼，甲伊老爸讲，你甲我藏咧，吼。然后他的祷告得到应许呢，老爸就分财产互伊呢。毋但安尼尔，迄个无祈祷的、无讲话的大兄嘛得着呢。这互咱一个信息，就是讲，上帝所要互咱的是照伊的意思，毋是照你的意思，照我的意思，照我所求的，无论我有礼貌无礼貌。哈，上帝其实他容许我们有情绪，上帝也容许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大卫常常抱怨，上帝啊，请你毋通对我黄你的面啊，对吧？都有啊，其实都有哈。但是保罗伫这所在也要提醒的是讲，伊毋是咧讲到情绪的问题，而是说有一些人都一直在追求那个人家听不懂的方言祷告，他们以为那是灵的祷告，其实保罗是咧讲这物件啦。那我们在祷告当中能不能有情绪？当然可以呀、我们在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流着眼泪祷告啊。所以圣经跟咱讲，迄个诗篇126篇讲的啊，那个什么，流目屎受怪，要哪得到安那丰收嘛，吼，对不对？啊，所以其实咱有偌济情绪，上帝拢知。但是保罗伫遮要甲咱提醒的是讲，伫咱的信仰的中间，伫情绪的当中，不要被情绪全部掩埋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理性上面，慢慢让自己能够茁壮。我相信保罗比较要强调的是这个部分了。安尼毋知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好，我嘛是感觉安尼，因为神总是我们就不是神啊，对咱就是对，上帝啊，咱一定有情绪嘛，有嗯，悲伤，有艰苦，有欢喜啊，吼，有是，真侪情绪啊。对之前有一个姊妹甲我讲一句话，我感觉真值得我。她说吼，伊定来甲上帝讲悄悄话。嗯我感觉哦，伊安尼形容是真正有艺术的形容咧。对你咧甲一个人讲悄悄话，你一定是足信任伊的，啊，你嘛是足爱伊的，啊是讲甲伊足好，你才甲伊讲悄悄话嘛。对，关系非伊甲我常密切。讲，伊甲我讲即句话时，我心肝讲，安尼我嘛爱来学甲上帝讲悄悄话，安尼才会使安尼。所以我当讲，他跟我提醒了一个件事情，讲甲上帝祈祷吼，毋免遐尼严肃，啊嘛毋免安尼。一定爱讲安尼，讲甲少安尼文词很优雅怎样哦？没我错，甲讲，伊讲甲我提醒了，我原来讲，咱甲上帝讲话是会当来讲悄悄话安尼啊，是没错，懂我对了解。对对对，这真好诶提醒着。其实你若准去看迄个伫马太福音吼，耶稣咧讲着祈祷诶时阵吼，伊嘛是安尼讲呢。伊讲恁祈祷诶时阵，着爱入去倒位，要进去密房里面。伫迄个马太福音第6章吼，第50到就是伊咧教示主祷文的这个进程，伊讲的吼。咱来看第5章的第6节，讲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屋，关上门，就是悄悄话，就是悄悄话。然后就开始教咱讲，咱甲上帝讲的就讲，阮伫天里的爸，迄种是足亲密私密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姊妹所讲的是正确的，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嘿，对，好，好，各有无？咱捌听过迄个方言祷告无？
敢有？我第一届听着方言祈祷吼，大概是小学3年啦。我啥物印象遮清楚？我高雄出世诶吼，阮古早诶厝后壁就是古早足出名诶高雄诶城市光廊，迄个体育场吼。啊，阮细汉诶时阵，迄体育场就是着芳远啦，阮着伫遐拍球、拍棒球安尼吼。边仔有一间教会，伊礼拜六聚会，啊，阮拜六着招厝边一寡囡仔做伙去拍棒球啊吼。啊，到下晡诶时阵吼，我听一声，安尼吼，阮所有囡仔拢走咧弄啊，惊到要死吼。啊，迄真耶稣教会咧聚会啦吼，真耶稣教会咧聚会。有真侪人咧强调迄个方言，啊，方言因讲是舌语啦，就是我拄则安尼啊。其实我做过拍舌语吼，但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方言啦吼。我也不太喜欢那种舌语的祷告，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我在祷告什么，这亲像保罗咧提醒安尼啦吼。啊，所以其实保罗伊特别咧强调诶就是安尼，你毋好伫迄个群众诶中间，逐个人是拼死伫遐用舌语在祷告，结果旁边没有人听得懂。你注意看今仔日诶经文第13节，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保罗就是咧讲即样代志，是毋是？伊咧讲，你若要讲方言，你都要有一个人甲你翻译诶，吼。啊，爱互人听有，才会使啦，吼，才会使。所以保罗其实伫即个经文诶中间，所以要甲咱提醒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咱对伫祈祷诶代志，咱着倒转来伫迄个圣经内底主耶稣所教示咱诶祈祷文啦，吼。啊，我想特别是咱讲祷告不一定要非常那个词语非常华丽、非常美，但是当咱带领公众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预备啦吼。我牧师很赞成，私会的同工带领聚会的同工，祷告词把它写下来，因为咱真侪时阵会紧张，啊，会一句话一直捋吼，啊，迄落啊，咱若准会当个写起来，吼，那会比较好，知道我们要带领怎么样的祷告的一个方向。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祷告都应该要用写的哈？我只是说，当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带领的工作的服事的时候，安尼时阵会当帮助咱伫台下顶的时阵，较袂安尼走精去安尼啦吼。啊，当然祷告其实是非常活的，非常私密的哈。啊，当然咱知影伫礼拜中间的祈祷，咱知影有分私人的祷告，也有公众的祷告，像咱所谓的公祷哈，都有一个方向这样子哈。好，安尼我要进入最近人提给我的第二个问题哈，在这里，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这是真理吗？真的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也一定忠心吗？还是这句经文应该要怎么理解？咱敢有人有想法？小事上忠心的人，一定在大事上忠心吗？路加福音这是耶稣教导的啦吼，就是讲爱伊的门徒爱伫上细项的代志来忠心吼。咱来看经文啦，我甲经文找出来吼。路加福音16章咱来看啦吼。咱来小可理解耶稣在讲的一个情形安尼啦吼。好，来，我甲伊分享出来哈。OK， 在这里。好，耶稣咧讲到不义的管家啦哈，那不义的管家哈然后不义的管家他在什么事情上面
有问题，当然是钱财上面有问题嘛，哈。伊伫这个所在，伊有足济的做法啊，包括讲，伊去互这个主人甲伊安尼领着了后吼，人甲伊取报嘛吼，了后伊就叫人来吼，计先对人足好，对毋对？但是你毋知影，伊的对人足好后壁藏一个目的，就是啥物货？就是望将来伊若失去职业的时阵吼，这个伊施恩的人可以对他好一点，这是还是为了自己去着想啦吼，就为着自己去着想，所以伊对头到尾拢毋是为着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吼。咱就知影讲，这个管家伊是一个不义的管家啦，吼，一个不义的管家。耶稣伫这个所在特别咧甲咱讲，叫咱对伫细项代志顶悬，着爱真忠心啦，吼。好，回到他的问题啦，吼，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也一定忠心吗？牧师个人的意见说错，不见得啦，哈。但是呢，能够学习从小的事情上面忠心，在大的事情上面才可能忠心。好，这意思是讲，咱要成做一个真忠心的上帝的工人，必须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慢慢去学习，来去思考，来去做一个真忠的仆人，来服侍。对一项一项代志吼，我会记得阮细汉的时阵吼，长辈定定咧讲啥？细汉偷挽布，大汉偷牵牛啦吼。意思就是讲，你若对细汉的养成安尼无清气的习惯，你到大汉吼，迄个歹代志会愈做愈大啦吼。有没有绝对？我觉得也不一定绝对啦哈，但是大部分来讲会安尼啦吼，就是讲，咱嘛伫小学咧读册时，咱嘛听过迄个譬如啊吼，一个囡仔伊拢去人偷摕物件，转来伊的老母拢甲学了，讲伊足敖的对无？然后会去互关嘛，吼，伊就关了就袂当出来啊吼，伊才足受气的吼，去甲因妈妈，叫因妈妈去监甲看伊吼，伊就甲因妈妈受气安尼吼。我想这代志拢咧甲咱讲啦，是讲咱伫真济代志小事上，从很小的事情上面去忠心吼。你做大项代志，你就会介顺介好势吼。我阁讲一个我家己的例啦吼，就是讲，阮爸爸是足够做代志吼。伊做代志的习惯，我拢定讲伊日本人啦吼。伊出世伫日本统治的时代，伊嘛有日本名吼。然后伊拢讲日本话吼。伊咧做代志就足像日本人，因为伊所有的物件吼，所有的工具，若做完了后，伊所有的工具拢放伫原来迄个位，吼，这是小动作。有啥物好处？你凊彩啥物时阵甲问伊，无论伊伫倒位，伊咧无闲，伊拢甲你讲，我迄个物件放伫咱兜倒位，桌仔顶挂伫倒位，伊拢知影。要做代志足好做，吼。若安尼时阵，若忽然间有一寡较重要的代志出现的时候，伊要需要较济的工具，还是啥物物件，伊要找着足简单的。咱知影一寡人吼，着做代志足老扯，讲即个大心大肝安尼吼，物件就摕咧凊彩互白钱安尼吼，伊拢甲你讲吼，我乱中有序啦吼，嘿。但是你若像阮爸爸即种诶，甲迄种乱中有序诶人，当真正真紧急诶时阵要找物件，啥物人较简单？当然，阮爸爸较简单啦，吼。所以阮定定伫细汉拢叫我念啦。你诶物件拢黑白放吼，无人知影你你放伫倒位吼。所以从小的事情上面去训练，你可以在大的事情上面可以做得很好啦，吼。我想这是对咱基督徒，也是讲对咱做一个人来讲，是一个足好的提醒啦吼。所以这不一定是
定论，但是这是教导的真理吗？当然是真理。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去训练啊，去训练我们在大事上也可以忠心了哈啊，忙咱讲啊，这不一定会，所以我们就不用了哈。咱来当对一项代志去处理，比如讲，咱拢知影讲啊，教会这个财务的来源是经过大家奉献来的嘛吼，亲像过去我伫台北中会担任这个教社部部长2冬的时间。我有发现讲过去拢有足侪迄个无需要开即个钱项啊，比如讲也有讲去进摊，逐个人都要送迄个菜头粿啊，我就在想说啊，进摊跟菜头粿有什么关系？啊，有足侪人就开始咧问啊，也在挑战这个问题啊，所以阮尾仔就甲这改掉，吼啊，逐个奉献，逐个拢真辛苦奉献啊，咱爱甲伊改革。用伫迄个上需要的顶悬啊，这个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了。我们也可以说啊，无要紧啊，我都编遮济预算啊，啊，都甲开好了，啊，敢袂当存落来？吼，敢袂当存落来吼？我落尾就是大概一年拢大概存一半吼，存一半的预算啊了。后一届因就知影讲，哦，再来的预算就不用编那么多吼。啊，这是就是讲，伫这个上帝所交代伫咱手中的代志，咱要安怎真忠心甲伊管理好势，这都是小事，人家都看不到的啊。这个都是咱咧讲，就是我们的良心了嘛。咱做这代志是要为着你家己，还是要为着上帝国，吼，还是为着咱伫这个做的代志中间，咱会当好好来忠心来处理这个所在。啊，咱拄则看迄个经文，路加福音嘛好吼啊，这个咱有另外2个所在，有恶仆的比喻，甲忠心的仆人的比喻，咱会当来去看这2个经文啦吼。啊，所以咱特别是咱即马伫这个建堂的这中间，吼啊，伫建堂的中间，咱大致上一个概念3亿。这个3亿怎么花，也是要很在意啊哈。那像联营长就足注意哦，要增加，他也是跟厂商一直在跟他们议价哦啊，我们也希望说，会当省的咱都爱省起来哈啊，这就是忠心呐。哦，毋是讲啊，我手中有3亿吼，足好开，我凊彩甲开，无吼，咱会当看去讲，咱的同工是足忠心，这样代志要安尼做啊？做什么款的代志是上有利益的？哦，我们去想到一个极大点啊，极小的开销哈啊，就是用这个思考来去来做咱的准则啦哈。啊，这是不是真理？这是真理啊！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上帝要我们这样子做，对细项的代志中间，咱开始学习来忠心，来好好啊，来为着伊的上帝国来拍拼吼，啊种咱团契的聚会团契聚会聚会一定要吃吗？这是我足在意的代志啦哈。那我们聚在一起，难道就不能用分享、赞美、祷告？我想，咱真济讲，我有编预算啊，所以无要紧啊，我有编预算啊，所以这个增加开销也没关系。我毋是安尼，咱就是讲要安怎伫这个，特别是财务上面即只咧讲到恶仆的比喻，也是讲忠心的仆人，拢是甲伫迄个金钱的管理顶悬有关系啦吼。啊，咱来讲信用顶悬会失败，大概就是3种事情。第一个是钱财。所以耶稣讲一个人不能服侍上帝，又不能服侍什么马门啊。再来，第2个就是权力啊，第3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秦观色啊。大卫就是在这个上面跌倒了所以怎么样在这些极微小的事情上面
忠心，这是真理的教导，没有错啊，没有错。好，有问题无？所以今仔日的物件我拢还没讲到哈，因为刚好有弟兄姐妹提出这样的问题哈，那我想就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来分享。啊，对这个有人要补充还是要分享的无？敢有？大家拢足客气。我目前敢有想要甲阮分享一下今仔日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然是，迄个保罗伫咧哥林多前书所讲的话，是有咧大概有咧讲到讲述，就是讲，其实咱基督吼，拢有灵性甲咱三家己咧，但是无一定。但是保罗迄个时阵伫咧讲的时阵是较强调是讲用灵语，就是他牧师讲的迄个舌语吼，因为所以就是他牧师嘛提醒嘛吼。爱有人翻译嘛，若无你伫公众的基督的中间用悟性，悟性就是讲咱别人拢会当理解的啦，别人也可以理解啊，嘛是咱有情感嘛，咱对咱的情感出发，然后别人能够理解，能够认同啊，他才能够阿门啊，啊无伊变阿门，啊无你灵语祷告我都听拢无，我是变阿门，啊都无就阿门啊吼，啊所以应该是保罗是咧提醒讲。你若家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你用灵性没有问题啊，用迄个方言啦。但灵性祷告不见得只是方言啦，吼。咱先这时阵咧祈祷的时阵，咱上帝咧祈祷的时阵，咱有时会祈祷甲会好，啊有当时会祈祷甲用要无话好讲。那你不能讲说这个不是灵性的祷告啊，这也是灵性的祷告，但是不是只有方言哈？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是干安尼想啦哈。那第二个问题当然是耶稣在讲的是忠心的问题哈。那忠心的问题当中的话，我们想说在小事上，这是主要说教导咱的一种原则性的问题。这人伫小块的代志吼，对安尼贪污歪高的时阵吼，他都无叔讲的，细汉就要头班步吼，后大汉已经头硬牛的。但是伫咧小事中心，敢一定有对大事的对中心，这是不见得。但是上起码它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而且高很多的。啊！但是咱伫圣经咱嘛有看到讲小事中心，比如讲耶稣的学生彼得啊，迄个中心的啊，甲耶稣会当讲吼是安尼，迄个，但是伊拄着性命威胁的时阵呢，去甲迄个大祭司引导的时阵吼，迄时阵你就无中心嘛，咱嘛有可能咱会共款哦，也许这个诱惑是很小的时候，我们会中心，另讲若一个诱惑是很大，佮迄个啥，迄个胜算佮足悬的。胜算搁足悬，就讲这个足无机会互人知影的吼，足无机会互人知影的时阵，我们也许会落入那个迄个说诱惑当中哦，像之前咱那个德中就捌分享过吼，就人摕钱来寄，规包安尼，拢常常就是拢伊会摕钱来伫土城遐有一个企业家吼，就当会摕钱去伊咧土营去寄。去寄的时阵，拢偌济钱在等回啊！有一间摕去的时阵嘛是一个营养秘书带咧，内底吼，讲即我这几万啦吼，讲假设我怎袂记迄个金额，讲早上就10万你甲落入去安尼，结果伊摕去看，毋是呢，超过2-3倍呢。大家拢有听到，嘛有监视器啥的时阵吼，迄时阵伊就开始陷入一种，我说交战当中嘛。我若假使甲寄10万去哩，我是毋是会当趁20万起来？无人知影，这个正经无人知影。但是伊尾啊，伊就是讲他克服了他那个迄个诱惑所以讲这就是讲小事忠心，大事不见得一定会忠心，伊毋是机械性的，毋是讲1+1等于迄款机械性，但是足有几率伫讲。伫小的代志的人，咱中心的人，伊大的代志嘛中心。这点我是甲牧师的看法是共款啦。当然这是真理啊，耶稣讲的嘛，当然是真理啊。就是讲，但是它不是一种机械性的，但是耶稣在提醒我们，在中心上，这个伦理的道德甲迄个修养，还是讲迄个咱迄个态度上是应该要这样子的。好，我以上简单回应，谢谢。好，多谢。好，还有问题无？牧师啊，我是
少吼。嘿，我是感觉点讲到迄款邻里祷告这个代志吼，实际上方言祷告是邻里祷告的一种尔，并不是说代表对，它是就是等他当然是安尼讲嘛，嘿，嘿，对，嘿。啊，伊即个我是感觉即个邻里的祷告是特别是圣灵的带领的时阵要所做的即个祈祷的迄款的形式，都是完全比较专注啦。是然后真的是，实际上伫嘛私道嘛有啊，公道嘛有啦。我是感觉公道内底迄拢伊的方言翻译出来，才会当算做会当翻出来的，才是造就人的，真正是迄款的邻里的祷告啦。我是感觉是安尼啦。对，啊，你嘛私底下的私祷里面，常常可以经历这款你的邻里的祷告，那是最棒的，也是其实最符合神的需求。因为要祈祷时，你知影讲上帝要互咱，要叫咱祈祷什么会，什么代志。啊，第二点就是讲，啊，上帝要用什么方法，啊，用咱的祈祷，迄种迄个要安怎去做。我是感觉这两点就是讲邻里祷告，我感觉真重要的两件代志安尼啦。多谢，谢谢，谢谢。好，啊无咱就今仔日要到遮哦吼。咱请冠宇执事带咱来祈祷好无？好，咱同心来祈祷。天父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即个阴暗会当互阮安静心来听牧师来甲阮解说你所要爱阮了解的真理。望透过牧师甲大家的分享，阮会当领受到你要互阮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信息，借着这信息，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所要教示阮的真理，以及你要传达，互每一个人应该领受的感动。借着这感动，阮要继续用你的话来做阮天天的准则，过阮每一天的生活。阮感谢你，嘛请你继续引带甲带领，互阮时时拢会当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来影响我，来感动我。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多谢牧师，多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谢牧师，晚安。谢谢牧师。